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同學講講嚟緊呢年啦，高考純數科一啲要注意嘅東西咯。好啦，嗱，先同大家同學講講卷一嘅短題目先。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如果你睇翻近呢幾年嚟講，卷一啦，通常係咪都係考6條嘅短題目㗎？嗱，有一條短題目啦，大家同學多啲留意喎，就涉及到所謂 matrix 嘅 applications 啊，譬如包括有 enlargement 啦、rotation 啦、reflection 等等啦。嗱，特別多啲留意 rotation 啦，因為呢個考得啦，其實相對嚟講咧係多啲㗎。嗱，譬如大家同學要背熟佢啦，將某一點㗎，繞住00㗎，進行一個逆時針方旋轉 theta 嘅，即係喺某一個坐標點前面成咗邊個 2x2 matrix 啊？呢啲我哋要記一記喎。嗱，而另外一個 topic 有機會考到短題目㗎，可能就係呢個關於 Cauchy-Schwarz inequality 㗎。嗱，大家同學有冇留意到啦？每次差唔多考親 Cauchy-Schwarz inequality 㗎，無論短長題目啦，都有機會係咪考埋大家同學證明㗎？咦，如果真係考大家同學點樣證明個 Cauchy-Schwarz inequality 有啲咩嘅要點，大家同學要留意，你又知唔知咧？好啦，跟住講講啦，就係卷一嘅長題目。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幾乎每年係咪總會有一條就係關於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s 㗎？嗱，如果你打一份卷，你見到呢條數，咦，唔係變化太大喎，同以往嘅年份考法差唔多啦，其實都幾建議大家同學應該做咗呢條數先㗎。呢條數相對嚟講咧，喺卷一係較淺㗎，留意多啲啦。有啲咩條件底下一個 system 會有 unique solution 啦、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啦，同埋 no solution。基本上考嚟考去，主要都係圍繞住呢啲嚟考大家嘅啫。到咗卷二咯喎，嗱，先同大家同學講講甲部先啦。嗱，關於 section A 甲部啦，亦都幾個課題，大家同學多啲留意喎。第一 continuity 同埋個 defensibility。嗱，關於個 defensibility 咧，亦都有陣時大家同學係會搞錯咗概念嘅。大家同學知唔知？如果譬如我見到問題啦，人哋叫我證明某個 function f(x) 係 differentiable x 等於 a 㗎，其實即係代表我哋要證明邊一個極限係存在啦。嗱，第二個 topic 啦，就關於個 volume 同埋個 area 啦。公式當然我哋要背熟啦。第三，大家同學係咪都知道喺 integration 裏邊有一個課題係咪叫做 Riemann sum？所以 Riemann sum 係咪即係將一個 limit 啦，係嘛？好，通常都好多嚿嘢相加嘅，跟住再 take limit as n tends to positive infinity， 將轉成咗個 definite integral。嗱，呢幾個課題啦，大家同學亦都多啲留意喎。好啦，嗱，講講卷二嘅長題目。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每年幾乎係咪總會有一條長題目就係關於畫圖㗎？嗱，咁其實係咪應該打一條即刻做畫圖先呢？咁當然，如果你咁問我㗎，我就問翻你啦。其餘嗰幾條，你咪完全唔識做先？如果其餘嗰幾條你有信心做到㗎，反而我建議大家同學咧，就未必真係一定需要揀畫圖㗎。大家知道啦，大家都有做過啦，嗬？畫圖其實有時都真係需要幾長嘅時間，半個鐘頭或者以上先至可以完成得到㗎。咁其實如果咁樣啦，對於時間控制嘅方面啦，可能就會亂晒咯，係嘛？咁所以我會建議你畫圖，當然啦，通常我哋都會揀嘅，不過就未必一定需要就先揀畫圖㗎。做咗其餘你識做嘅問題先，有時間剩嘅先至會做翻畫圖。咁樣其實喺時間控制方面啦，可能更加會好啲嘅。